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呢度係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。今年嘅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正式進駐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參加呢個國際盛事。入到嚟，除咗可以欣賞到港隊嘅賽事，更加可以睇到其他世界勁旅嘅演出。當然最難忘嘅一定係 Mini Rugby Union 嘅 March In。大家有冇見到 USRC Tigers 啊？我都係 UH 嘅一份子，希望明年可以參加到 Mini Rugby 嘅比賽啦。大家又鍾唔鍾意啟德體育園啊？留comment話我知啦。多謝收看。